来看，伫咧太平洋属于法国的岛屿新卡利多尼亚大规模暴动，原因就是当地居民不满法国国会通过住伫遐满10天的法国人就会当去投票，来争取要独立的原住民就认为这去冲击到因的选举权。这示威者将街头抗议、放火，甚至个开枪，造成一个宪兵甲3个示威者过身。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宣布当地实施宵禁，会阁派警察甲宪兵去维持治安。民众伫咧路的放火烧物件，伫咧路的菜物件当条的甲警方对峙。法国伫太平洋岛屿属地新克里多尼亚连续几多天发生30年来上严重的骚乱。民众伫咧路的放火烧车烧厝，甚至有人向警察开枪，结果造成1位宪兵、3个少年的卡纳克原住民死亡，几多百人受伤，超过100人被逮捕。和当地居民这么生气，是因为法国国民议会伫这礼拜通过选民资格修宪。opprimés, on a de la colère en nous. Tout se passe là-bas et nous on se demande est-ce qu'on nous entend, nous peuple kanak. 法国国民议会第10个以351票赞成、153票反对，通过修改当地地方选举制度的议案，准移居当地满10年的法国人投票。新克里多尼亚的人口要到30万，有4成5是原住民、美拉尼西亚人、欧洲人是有要到3成5。想要独立的卡纳克人担心，这边法国修宪会减弱因的选举权，和原住民的意见被透波边缘化。In France, the country of human rights, we have French citizens who are still not allowed to vote in provincial elections, even though they have lived in New Caledonia for 25 years. We cannot accept this injustice on a French territory. 新克里多尼亚是伫咧澳洲甲斐济之间的南太平洋岛屿，也是世界第3大镣矿生产国。法国伫1853年并吞这个岛，1946年和这个殖民地海外领土地归。伫咧这个岛上，1/5的人是生活伫咧三尺线以下。1998年签卢美亚协议，和当地人有更加侪政治权利。不过，几多10年来，当地一直拢为着选举改革伫咧吵。这边的修宪也引起大规模的不乱。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3宣布，当地15透早5点开始进入紧急状态，至少12天。机场几界实施宵禁，并且增派几多百位警察加宪兵到当地维持治安，也禁止使用影音平台抖音，防止民众散布不乱的信息。Et donc l'enjeu que nous avons sur effectivement le couvre-feu et l'état d'urgence maintenant qui a été présenté en Conseil des ministres et qui passera en vigueur à partir de 20h, c'est justement pour faire revenir le calme et la sérénité. Ce n'est pas en lien avec le projet de loi constitutionnel en l'état. 当地依照协议，把3遍举行独立公投，结果拢是留伫咧法国。不过选民的资格自从协议签署了，一直拢无修改过。法国人就算是已经住伫咧当地几多年啊，依然也是无投票权。法国政府是希望会当透过这边的修宪实施民主。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